只要喺4月2號買 Face Magazine 咧，就會隨書附送呢個 Levi's 501嘅 Buttonfly Tote Bag。買 Face 咧就會送呢一個501嘅袋啦，係咪好靚咧？有2個款㗎。4月2號，大家記得買 Face 啦，因為買咗之後咧，你就會得到呢2個咁靚嘅 Levi's 袋啦。但係咧買一本只係送1個袋嘅啫喎，所以大家記得買多2本啊！如果想得到我頸上面呢2個 Levi's 501嘅 Tote Bag 嘅話，記住喺4月2號購買 Face 雜誌就可以得到其中1個。若然想儲齊2個，好簡單嘅啫，買2本咯。